美国职棒精英队球星戴维斯从去年9月开始就打不出安打，更创下大联盟史上野手最多打数没有安打的纪录。如今客场出征红袜队，戴维斯总算终结难堪纪录，敲出了久违的第1安。站上打击区，精英球星戴维斯表情凝重。主播波塞洛准备投球，戴维斯有可能击出安打了。右外野方向的安打从红袜赛扬投手波塞洛手中这一击，让戴维斯一吐怨气，终止赛前54打数0安打的难堪纪录，也敲出本季第1支安打。主播对戴维斯来说，终于结束了，一旁队友兴奋鼓掌，戴维斯本人难得露出笑容，就连球迷也高举双手庆祝。精英球星戴维斯，我试着不要让纪录盘旋脑海，但真的很难，尤其最近3天，我在打击区感觉更好，感觉我状态正好，但还是看不到好结果时。主播两好一坏，骗到他了。年薪高达7亿台币的戴维斯，从去年9月中旬开始，再也打不出任何安打。4月初在精英主场，戴维斯单场5支0，刷新大联盟野手最多打数没有安打的纪录。相隔几天再先发，戴维斯手感还是一样冷。主播滚的球，二垒手普洛法往左边移动，在一垒抓到戴维斯这个滚的球出局，更打破了陈伟英51打数0安打的纪录。如今客场出征红袜队，戴维斯终结难堪纪录，单场还敲出了3支安打，打回4分打点。精英球团希望他就此谷底反弹，打出团队最高薪的身价。